開閘嘅時候啦，見到呢個森林王子啊，然後咧就係有呢個太陽里啊，然後先至百勝威搶翻上嚟，跟住有萬事勝，然後外檔亦都有呢個榮進珊珊啊，最後少少咧就係呢個普世東來，然後就係盧蘇喺外檔啊，跟住咧先至有啊呢個洛西羅古啦，咁啊最後啲咧就係呢個原居民啊，然後先至有保護者，然後就係有呢個最後啲啊綠寶啊，呢個玉寶啊，然後先至係呢個沙比奧啊，包尾一對馬就係聖捷同埋馬神咁樣，第一次過終於由榮進珊珊個檔切埋咧，接邊咗成個幾馬位㗎，跟住咧就係有啊呢個係百勝威啊守住啦，同埋呢個森林王子啊守住2、3米，最後少少先至盧蘇已經係上到嚟第4咯喎。跟住咧先至有呢個太陽里啊，最後嘅馬咧先至有普世東來啦，然後就係萬事勝啊，然後洛西羅古啊原居民，最後啲嘅見到有保護者，然後就係玉寶啊呢個沙比奧喺尾3個位置，包尾依然係聖捷啦同埋馬神嘅。而家去跑完馬房灣去到對面直路嘅時候啦，見到啦次序都冇咩變化嘅，然後呢個榮進珊珊仲喺前邊咧，且放且留啦，已經係貼咗欄，始終要1個馬位嘅。呢隻森林王子係守住喺第2位，跟住百勝威喺第3啊，最後多少咧就係太陽里，然後就係呢個盧蘇啦。跟住咧先至有呢個普世東來啦，然後埋欄咧仲有萬事勝嘅，最後多少就係洛西羅古。而家外檔嘅原居民咧同埋保護者啊開始發力，最後啲嘅馬見翻玉寶，然後就係有呢個沙比奧啊包尾一對馬，依然係聖捷同埋呢個馬神嘅。而家差唔多跑完對面直路嘅時候啦，仍然係榮進珊珊喺前面啦，且放且留啦，至少有個零馬位嘅。而家見到啊外檔嘅百勝威已經開始發力啦，已經係進佔第2位㗎啦。森林王子啊仲喺第3位啊，跟住有太陽里喺埋欄上，然後普世東來亦都開始發力啊。最後多時見到啦呢個。有少少啲嘅洛西羅古啊，拍住埋邊仲有盧蘇仲喺咧留住嚟跑嘅，跟住先至有呢個原居民亦都開始發力㗎啦。最後嘅馬咧見到成堆嘅萬事勝啊，然後一隻大外檔保護者啊，呢個馬神同埋呢個沙比奧並出大外檔嘅，一注入直路嘅時候，百勝威已經係帶咗出嚟㗎啦。跟住有呢個普世東來啊，同埋洛西羅古亦都上，然後埋嚟有太陽里上，咁啊馬群都仲有呢個盧蘇揾緊位出大外檔，仲有馬神啊呢啲原居民中間咗嚟㗎。去到最後300米嘅時候啦，見到啊呢個太陽里喺埋欄啊。中檔仲有呢個普世東來啊，然後中間仲有百勝威啊，大外檔咧亦都有啊呢個原居民啊同埋馬神啊咁樣嘅。去到最後100零米嘅時候啦，普世東來佔領少少，而家盧蘇幾個箭路衝緊咗嚟，直逼呢個普世東來過中間，盧蘇第1，普世東來跑到第2，第3名就係太陽里啊。個原居民咧都喺外檔啦，比較接近嘅位置。一場咧鬥得相當激烈嘅賽事㗎，但係咁個盧蘇咧一路咧守住喺中間嘅位置喎，咁喺最後嗰200米咧仲喺馬群當中。咁啊，一跑過咗最後200米咧，先至係揾個位出嚟㗎。個拼搏得相當激烈㗎，可以話。都係呢啲英國馬犀利啲喎嚇。睇睇個直路鏡頭啦。嗱，中檔嘅普世東來咧就已經係帶咗出嚟㗎。而家先見到盧蘇啦，喺洛西羅古啊，同埋普世東來咧中間嗰度咧輕輕一腳咧。啱啱望空咗，終點前，哇！近能殺手揀出啦，右手打正手邊，一反手，追下近啲，追下近啲，啱啱衝到上嚟，結果盧蘇攞普世東來，咁啊3、4名咧都係結果咧就係由呢個14號嘅太陽里跑過第3。佢嘛1-3單 Q， 我都提咗大家，真係識馬就識馬啊！大滿 Q 最後斬就係1-3啊！我哋兩隻馬咧。萬事勝同埋原居民喺外邊太開啦，百勝威冇辦法，個級數唔夠。馬佳士已經跑到1絕㗎啦，始終係兩隻高級數嘅1-3兩隻翻嚟。盧蘇真係大把喺手啊，左緣都仲可以咁樣贏，有冇搞錯？犀利啊！即係1級馬，即係1級馬呢啲。再睇下兩隻1級馬點樣較量啦，結果近能終點前擒下坤爾嘅普世東。